台北市南机场黄河生理场创立的前吉祥实物银行共享园区，伫台北屏东花莲吉安成立了后，今仔日伫咧随成立花莲第2个实物银行据点。长期赞助实物银行计划出身伫咧。对这花莲水尾出身的企业家董主贤表示，甲社会上价物资中心分配，帮助偏乡弱势族群。若袂互物件讨济去，也互这社区呢会当共享资源。镜头来看花莲今仔早起开幕现场。我在台北一天，即摆拜一个拜五，阮5天，阮会在分享出去的面包、米包来讲的，阮就超过1900公分的，要个两吨的东西。啊，这样的物件我们拿回来，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利用。我们甚至现在在花莲的吉安呀，阮嘛是一礼拜弄100个车米包上开呀，因为我要有冷冻的设备。然后会使冻起来，然后互一寡需要的人会使来食。我是在地囡仔啦，唔捌离开过水尾啦，我时常搁会转来，那我今日真欢喜，就是讲这个实物银行会因为水会遮开幕，人在做天在看啦，这全世界嘛流行这款环保的一个概念，所有这款的观念加起来拢是真好的，所以今日实物银行会因为水尾这边创立，我真欢喜嘛，甲祝福。彭里长表示讲，因为花莲台东路途是真遥远哦，对一个乡到一个乡，路途往往要1-2点钟的时间，所以2当前，伊伫花莲的吉安乡设头一个据点，即马伫水尾设第2个，未来嘛希望讲会伫台东设实物银行，或者虽然用要过期，也毋过可以当使用的物件来帮助花莲台东愈发侪偏乡弱势的民众。记者伫花莲的采访报道。